看了这封信才知道，原来你背着花出门都是为了我。把花调包的人是我，就算楚鸿飞要来告，告的也是我，你何必要把自己牵扯进来呢？心月，思来想去，我还是担心你把花调包的行为会惹来麻烦。万一楚鸿飞告你非法侵占，你要面临的可就是牢狱之灾。我的人生已经过半，而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我会去找警察自首，弥补我这么多年对你、对恩师的亏欠。你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，我怎么能坐视不管呢？我只是恨自己力量实在太渺小，我除了这个办法，我实在是想不出别的更好的办法来保护你。心月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让大家担心了，我跟方毅聊了一些过去的事情。嗨，没什么事儿。那个，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吧。丽丽，最近发生了很多事儿，我想，要不然你还是搬回来住吧，这样安全一点。是，搬回来吧，你搬回来会安全很多。好，那好，那明天我们去帮你搬行李。我去帮你收拾。哎呦，这么晚了，有事儿吗？我是想提醒您一下，因为我听公安局的人说，绑匪的主谋还没抓到，所以你这几天要出门的话，你得小心点。今天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您肯定是受到惊吓了，给您买点水果压压惊。哎呦，谢谢啊，没什么事儿，其实脸上还有一点儿。怎么了？是新月，他很担心你，还有，其实他跟我说过你们两人之间的关系。是啊，新月她不愿意别人知道这些事儿，所以我希望你。我明白的，我答应过他，就我一个人知道，我不会告诉别人。她不愿意别人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她。我明白。还有，您记不记得今天就是被绑架的时候那些绑匪的样子，你还记得吗？两个人，有一个挺瘦的。那个挺瘦的，是不是脸上有个疤？没有啊。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就是问问。您早点休息。哦。
老爹，你刚才给我发信息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们开会研究过了，辉哥很可能和这起绑架案有牵连，但更重要的是，辉哥所在的贩毒集团很可能会有更大的行动。因为老 M 已经落网，他们势必要开拓新的境外贩毒渠道。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，所以组织批准你的申请。我递到辉哥身边。太好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条信息如果晚来一会儿的话，搞不好我就要受处分了。哎，你可不要擅自行动，啊！不是，我真的忍不了了，你知道吗？老爹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就在今晚。你听好了，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。你放心，我没问题的。最近我们屡屡失手，你们都要当心点。大哥，你放心吧，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。等一下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哥，我开门见山的，我想跟你。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？我是认真的。好，那你就认真的说说怎么想的。我觉得你上次说的很有道理。有些钱有命挣没命花的。我今天就把我这条命搁在这儿。我也想找个靠山，希望你给我赏口饭吃。我凭什么赏你口饭吃？就凭我能帮你找到那幅画。坐下说。是这样的，大哥，我现在已经打听到，他把那幅画安全的转移了。至于藏在哪里，我还在打听。说点我不知道的。现在李新月已经非常信任我了。我相信你安插一个自己人在他身边的话，你以后办起事情来会轻松很多。还有呢？我今天既然能下定这个决心来跟你，我就不会回头。以后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，我绝无二话。真的？真的。田曦，倒酒。我们入行的规矩，先干了。有没有感觉轻飘飘的呀？好得很。年轻人有点酒量，再给你尝点不一样的。这可是今年的新货，喝了它，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
感觉怎么样？你给我喝的什么？你说呢？现在还没有嗨起来？没有，还没有。那就对了，这就是一袋普通的奶粉。大哥，你别耍我！我要真的这样对待我的兄弟们，这些人还能死心塌地的跟着我吗？不过记住了，跟着我没关系，千万别耍花样，要不然下次我就不客气了。谢谢大哥。照应着点。林墨哥。还是搬到我们那儿去住吧，这边环境不好。哎，是的，央青奶奶，董事长，央青奶奶，缇娜，你也在这儿？新月啊，你们在这儿啊？哦，央青奶奶，我之前住在这个卓玛客栈，但是现在搬回去跟大家一起住了。卓玛客栈？对，就在这儿。缇娜，奶奶，您休息一会儿，本来眼睛又不好，喝点茶。没事啊，好。欢迎光临，您几位是要住店吗？这个卓玛客店的老板是叫卓玛，是卓玛子丹。忘了有人找你。家的州中嘎木，小在阿拉亚塔，他人家的马州里当过那里，他人家的马州里当过那里。让意呗，愿意，有啲不明白，个求是真真求，那点么意，我求是真真求，可是我每次的可突然上就。认识。眼睛就是不知道这位是。哦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好姐妹周马子。我出国之后，我们失去联系已经几10年了。我这次回来不仅仅是投资考察，我还要找到我的好姐姐周妈。公主 King， 公主 King， 我真没有想到我在这里沉迷不已。奶奶，这也太神奇了！之前咱们去什么藏寨找都没找到，结果就这么碰上了。
这样，使不得你再次重逢，真是可喜可贺。真没想到，我们现在已经成了奶奶了。我们从前在这里可是远近闻名的一对姐妹花，我们的歌声让多少小伙子动心啊！这样吧，你们姐妹难得相见，肯定有很多话要说。我们到外面去等一会儿，你们好好聊聊。不用，您跟他们一起去忙吧，我不影响你们的工作，你们去考察好了。去吧，你跟他们去。杨静董事长。哥，阿佳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上面有我的电话。我们再找时间慢慢聊吧。奶奶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走吧。你不要哭了，奶奶，你别哭了，发生什么了？哎，金小天又去哪儿了？是啊，刚才还在这儿，这小子一天到晚神出鬼没。丽丽，你有没有觉得刚才那央金董事长和那老太太，他俩关系挺特别的？对，我也觉得挺奇怪的，好像之前就认识的。欣欣姐姐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好不容易溜出来的。你赶紧回去吧，一会儿你奶奶又该担心你了。我今天是有正事找你们的。什么正事儿？你们刚才是不是看到了？觉不觉得我奶奶和那个卓玛奶奶两个人很奇怪？是啊，我们刚才在说这事儿呢。我感觉他俩又认识，又好像很陌生。这就对了，说明我的猜测肯定没错。你们不知道，刚才我们进去的时候，先是两个人特别激动，又是哭又是唱歌，感觉俩人可好了。结果后面突然之间，两个人就好像仇人一样的。我以女人的第六感向天发誓，他们俩绝对有事儿。所以你想怎么办呢？所以啊，我想让你们帮我一个忙，我们呢就给他们制造一个久别重逢的偶遇。你们不是老说什么直播吗？我们就把他们放到那个直播上面，让他们跟你们那些观众说出他们的故事，说出来了，他们也舒坦了，解开那些误会了。你们的那个什么粉丝啊，关注度不也上去了吗？这岂不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？好像听着是个不错的主意啊。但会不会侵占他们的隐私权？哎呀，不要想那么多了，我很了解我奶奶，这件事儿绝对是个好事儿。而且如果他老人家一开心的话，没准我的禁足令就解除了。好吧，就这么定了，我们回去商量一下啊。说好了。好。哎，还有一件事。又怎么了？记得啊。怎么了？夏天哥哥。一天到晚小天哥，干正事儿了，走了。拜。
你好好的干嘛把话都砸了呀？啊？好什么好啊？全是一堆没有灵魂的垃圾。你何苦呢？这么跟自己较劲？以你现在这个地位，别说什么灵魂不灵魂了，就算是拿着擦颜料的抹布，你拿出去照样卖大钱。我是一个艺术家，我有艺术追求的好不好？不要成天就在我的耳朵边上钱钱钱，除了钱还没有别的东西。好，就我没追求，那以后画廊的事我不管，我看还有没有人跟你提钱的事。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知道的，对不起。要不是有你这个贤内助，我怎么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啊？我只是这几天画画，我找不到感觉，特别痛苦。好了，我都理解。那我们今天就不画了，啊？哎，我跟你说呀，启包的梁总来了，出去接待一下。哎呀，我不是跟你说过，画廊有你张罗就行了吗？我去干嘛去？那人家可是点名想见你呀。梁总也算是我们的老客户了，出去见见吧。吃个菜，还非得要见厨师啊？那你还真别说，上回咱们俩去外滩吃饭，你只尝了一口，你就问人家说是不是把厨师换了？那你说你是冲着菜去的，还是冲着厨师去的？菜和画能一样吗？那不是你自己举的例子吗？好了好了，不说了啊，赶快收拾一下，去见人去啊，在贵宾室等你。好，我知道，我马上过来。事情就是这样的，这个想法是缇娜提出来的，她说她会负责把她奶奶带过去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可以啊。时光倒流50年，这个主题好浪漫。在这个藏式老寨里边，2位老姐妹去诉说这个往日的故事，去化解往日的误会，感觉很有故事性，正好做直播。其实这个事儿也幸亏有蒂娜在，不然咱们还真不好插手。有了她这个直系亲属，才是做这个事儿的基础。是啊，能在我们的旅行当中做一件这样有意义的事儿，我觉得也算是给网友的一种精神食粮吧。那就一起去呗。是的，我们考察的效果非常好，地平线小镇的项目书可以进一步进化了。好的，老总，我们会找准信息，安排好的。缇娜来短信了，她说没问题。这样吧，我把她拉到我们群里，我们商量一下。好啊。我退群可以吗？去哪里呀？啊，你就别管了，反正肯定不是坏事。哎，奶奶，你看多好看啊！今天天气这么好，肯定就是老天精心为我们设计的。你这孩子啊，卖的什么关子啊？一会儿到了您就知道了。那去哪里呢？就去这儿啊。这很神秘。哎呀，奶奶，你别想那么多了，你就跟我走吧，我肯定不会害你的，我会是你最亲爱的孙女，对不对？慢点，奶奶。家。你这个孩子真是的。
你的孙女真像你，真是敢想敢做。她是个让我头疼的小丫头，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。当年我也让你头疼了吧？大姨，你就这么走了，带走了我们的友情，也带走了我的爱情。是天意。阿佳，这几十年，我是非常非常的惦念你，我们非常想念你。那奶奶，咱们进去说。我知道你们肯定有很多话想说，来，走吧，进去吧。50年前，我们是一对好姐妹，天天一起玩耍。是马帮。有一天，马帮的小伙子路过，那个眼神让我们爱上了同一个男人。阿夏，你快看，这后面那个牵马的小伙子，他长得可真帅。我们度过了一段很开心的时光，但是我们是藏族姑娘，他是白族的马帮小伙，待不了多久就要离开的。谢谢你帮我骑马，给。你看，它是我的花，真好看，我替你戴上。日子短暂，马帮小伙就要走了。我虽然平日里和他打闹，但是却说不出那句话。我就写了一封信，托央间去地。哎，小关，你过来。喏，给你。这什么呀？我嫁给你的。走啊！小心点啊！其实，在离开之前，我就告诉了他真相。他说：“你别说了，我都明白了。这么几十年，你们一去不复返，时间早就告诉了我真相。他肯定是把我当妹妹看，
即使他真的喜欢我，我也不敢像你一样，为了爱情远走他乡。你们才是最般配的。别看你年轻的时候，表面上文静，内心里可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人。你渴望外面的世界，为了爱情付诸行动，我真羡慕你呀。卓玛阿妈，想让您看看这张照片。这位是我的父亲，当年他们是不是也在这里住过呀？啊，是李老师。啊，你是他的女儿。这是好多年前的事了。他们来这里画画，在我这儿住了好长时间。李老师还救过你的阿妈。啊，那次地震，你阿妈身体不好，没有跑出来，是李老师把她背出来的。那次地震损失不小，可还好，人都没有受伤。房子嘛，翻修了一遍，所以和这张照片上的有点不一样。真没想到，原来新月的阿爸还曾经救过我的阿妈，真是缘分呐。那次地震，房子塌了，李老师的画损失了一些。哦，不过我还是给他保存了一些。真的？啊，那卓玛阿妈，您能带我去看看吗？哎，卓玛阿妈，谢谢你。干杯！干杯！今天的直播真的是太棒了。这个还是要感谢 Tina 给咱们出的这个主意啊。今天大家高兴，你们随便吃啊，也不知道我做的菜合不合口味。来，心月吃。方姨辛苦了，做了这么多好吃的。来，丽丽，以后我们就好好的在一起生活。对，今天方姨也辛苦了，我提议我们一起再敬方姨一个吧。好，好，来。哎呦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方姨，辛苦了。来，来，谢谢。
你们吃啊！快尝尝这个菌菇汤，吃啊热乎乎的。怎么样？谢谢方姨，来，你尝尝嘛，还能跟小时候是一样的味道。想什么呢？没想到今天在卓玛阿妈家，还能找到我爸爸的花。其实我感觉，我爸爸好像从来没有走远过。你的父母呢？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跟我讲起过？你要听？我就是一个普通家庭，没什么特别的。哦，对，我有一个挺特别的老爸。那个，冯队长，还会吧？他年轻的时候啊，跟人打架，把一只眼睛给打瞎了。他现在虽然是干部，每次见到我也是个干部模样。你倒好，一个人给我逞什么英雄？凡事给我过脑子。目无组织纪律，出了事情怎么办？想什么呢？我说描述项目。但是我始终怀疑啊，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浪子。我跟你一样，也会觉得跟他之间有些灵感。我跟他见面次数并不多，但是我能感觉到，不管我在这里做什么、想什么，他好像都能够感受得到。